香港竟然有睇到飛機升降嘅居屋，位於東涌嘅居屋宇興苑。由東涌站要行幾耐？飛機噪音點樣呢？照片同你一齊實測。由東涌站 B 出口坐37M 巴士，迎東村站落，過對面直行4到8分鐘就到啦。宇興苑有1344伙，平均尺價6240蚊，部分單位有機會睇到飛機升降。一齊聽下現場嘅噪音大唔大先。宇興苑預計2026年4月30號入伙，周邊設施完善，包括商場、學校等。行返巴士站有連鎖快餐店，的士站有超級市場、街市等等。各位宇興苑準買家申請咗按揭未？今次我哋經絡按揭提供宇興苑按揭優惠，全期按息低至 H+1.3，封頂息率3.25%，現金回贈高達2.1%。仲有綠色按揭獎賞，年期最長30年，最高9成半按揭，兼享高息全息戶口，近100%成功批核。經我哋申請按揭，肯定仲有驚喜，即刻搵經絡按揭啦！